又係咁，算啦，下一位啦。冇事嘅，專業啲，俾多啲信心自己。又係咁，唔緊要，下一位啦。黃生，講講上次呢個方案。喂，又一個。唔係賣產品，係賣解決方法。張總，聆聽我講嘛，就3分鐘。明天會好嘅。第17個啦，唔係推銷，係幫佢解決問題。李生，關於零公司嘅稅務優化方案，我帶嚟咗3個解決方向。呢個係零公司嘅3個方案。第2個方案係整合供應鏈，成本可以降15%，但需要3個月過渡。重點喺第3版嘅成本控制。第3版係你哋團隊重新回算過嘅。多謝李生信任，我哋一定做到最好，合作愉快。Anson， 你果然專業。